係你嘅故事小精靈小雨啊！今日我想帶大家去古代嘅中國，聽一個關於一位好皇帝點樣改變世界嘅故事喎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Let's go！ 今日要講嘅故事係聽天命嘅商湯王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中國有個國家叫做夏。當時做皇帝嘅人叫做夏桀，佢非常非常驕傲，日日都開大宴會，住喺金光閃閃嘅大宮殿入邊。佢完全唔理人民過得點樣嘅，老百姓日日都要幫佢起屋、送寶物，自己就冇飯食、冇地方住，過得非常辛苦。但係喺遙遠嘅地方，有一位好唔同嘅國王出現咗，佢叫做商湯。商湯冇咁多金銀珠寶，亦都唔需要住大宮殿，但係佢每一日都關心人民，睇下邊個需要幫忙，自己都會落田耕作噶。佢仲揾咗一個好叻嘅人嚟幫佢，叫做允姨。兩個人一齊出謀獻策，教人民點樣起屋啦，分糧食。日子變得越嚟越好啦，越嚟越多人知道商湯係一個好仁慈嘅國王，就離開咗夏國去投靠商湯啦，希望一齊建立一個更好嘅國家。夏桀見到越嚟越多人唔聽佢嘅說話，就開始發脾氣啦，仲派兵諗住去阻止啦。但係大家根本都唔怕佢啦，因為佢已經失去咗人民嘅心。最後，商湯領導大家打敗咗夏桀，但係佢冇搶金銀珠寶，亦都冇燒到個皇宮，佢只係做一件事啫，就係還人民一個安樂嘅生活啦。商湯成為咗新嘅皇帝，建立咗商朝，但係佢唔係日日都坐喺寶座上邊，而係每一日都問佢嘅人民：你哋今日過得好唔好啊？佢話天命唔會永遠都屬於一個人，只有對人民好，先可以得到天嘅祝福㗎。所以後來啲人就話啦，商湯係聽天命、得民心嘅好皇帝啦。小朋友，我哋可以學商湯王一樣，做一個關心人、樂意幫人、唔怕艱難嘅好人㗎。記住啊，每一個善良嘅心都有可能改變世界㗎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你做過啲乜嘢善良嘅事情呢？歡迎留言話俾小雨精靈知啊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香港人講故事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啊！記得撳埋下面個鐘仔，咁就會提你我哋有新片出㗎啦。